要向国际发声，全英语国际影音平台台湾 Plus 电视频道今仔正式放送哦。总统蔡英文、行政院长苏贞昌、文化部长李英德各国大使拢来庆祝。对今仔开始，台湾 Plus 24点钟放送，伫无线数位电视第7台，也是有线电视系统，各网络平台 YouTube 拢看得到。 全台湾第一个家己制作，而且用英语播送本土观点的频道台湾 Plus， 今仔日伫电视顶开播，政府代表、各国外交代表甲国内外媒体隆重到位。公共集团董事长欧万辉表示，担这个责任，就是要互世界看到台湾。台湾 Plus 承担台湾推动国际传播的重要使命，希望让国际社会更加的认识台湾文化。 理解台湾观点。总统蔡英文用中英文发表演说，讲出民主价值应该透过电视播送，互更较侪人知影，而且嘛会将其他有同款想法的国际朋友侃侃做伙。台湾还有很多重要的发展，值得跟全世界分享。透过跟全世界分享这些故事，能够鼓舞更多共享民主价值的国际伙伴，并且加深民主 盟友之间的团结的力量。文化部长李英德感谢社会各界对台湾 Plus 的监督，好的、歹的，伊拢接受，而且伊嘛希望伫大家努力之下，台湾 Plus 未来会当伫美国定根。所以现在正在进行，那我们期待就是半年左右，半年以内就要开始启动。 台湾 Plus 除了透过 YouTube 24点钟向全世界放送，台湾的民众嘛会当透过无线数位电视第7台，也是伫有线电视系统的国际频道区收看。记者麦尚英从海文台北报道。